禅净合一流略02。然而，因缘聚会，时势所趋，禅净合一渐渐成为主流。恰如净土公司的股票，开始是各家平均持有，慢慢的，禅宗公司独霸其股，成为左右大局者。宋明以来，禅宗名僧几乎全体修净，经万松行秀复1347，元中风明本，天如为泽，处实范齐12941370，明义元宗本，无尽传灯，杨岐派，空谷景龙13911444，古音净琴，楚山少奇，复1473，憨山德清16231700，曹洞宗。大放如1154811618，大方祖通，无名慧经，湛然元成15611626，鼓山元贤15741629，庐山天龙，云栖祝鸿，紫柏真可15431603，偶益秩序，至清则道俗全体，无一例外。而净土方面也对禅宗情有独钟，唯心净土、本性弥陀和老实念佛成为宋明以后净土著作的常青主题。这一点，只要做二方面的比较，一是比较净土宗之祖统说，二者比较净土宗之往生传，即能有画龙点除之效。净土本无宗祖之说，应受禅、天台、华严等诸家启发，亦是压力。晚至南宋庆元6年1200，四明时之宗小编，乐邦文类，方第一次历连宗六祖，慧远、善导、法照、少康、沈常、宗泽。净土祖统历来争议颇多，僧俗二家批评之声不绝。乐邦文类所立净土六宗，本朝僧人占了2名，此应与干道年间南宋高宗亲书莲社2字一事有关。皇上力倡，故当今净宗之事，必胜于古，后今而保古，理所当然。但前代大师何能忽视当代僧人或是僭越？正因如此，会有种种不同的净土祖统说问世。但有一个问题，不但没有引来批评，反而为历代继承，成为各种祖统说共通的特色。净土宗祖中挤进了禅宗中人。上述之净土六祖常如宗泽，蒙赐慈觉禅师之号，又称慈觉宗泽，以历莲花盛会而闻。因彼人曾梦见华严经离世品中所说之普贤、普慧2大菩萨亦欲入会，一时名声大振。又宗泽倡参禅不爱念佛，念佛不爱参禅，有处处绿杨堪戏马，家家门户透长安之佳句流传于世。那有名的开库营田之喻，传也出于宗泽之口。缘此因缘，宗泽得以入选为净土六祖。但是追根寻源，宗泽乃禅宗嫡系，宗泽乃是云门宗常如应夫之门下极有名的天一义怀之法孙。以他宗中人有功于宗门而立其为本宗宗将以至宗祖，佛教史上也是有先例的。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立禅宗中人为自宗宗祖，乃是净土宗的一大特点。按时间顺序，接下来是天台系统的制盘，在其巨著《
佛祖统计中历莲宗7祖：慧远、善导、陈远、法照、少康、延寿、沈长。正因是天台家说，智盘所立，或许更有说服力。智盘对净土可谓重视有加，佛祖统计诸宗部中，特辟净土立教制3卷，而诸宗仅合1卷位于其后。但他却没有加一位台家人物于净土祖师之中，他之所为，拉掉了一个禅师宗泽，换上了另一个名头更响的禅师，永明延寿。而后明渠安大佑者于洪武28年1894的净土指归集立净土8祖，又把宗泽拉回于智盘之7祖之中，禅师在净土宗的地位更加突出。明清以来，时势所然，新的祖统说中加进了云栖祝洪、石贤沈安1682-1730、彻悟寂醒1741-1810，则更全是禅净双栖者。第二个比较是往生传的内容，其趋势与祖统说是完全一致的。现在所见的最早的往生传，乃非山界诸的《净土往生传》，者于宋英宗治平初年，公元1064，其中收录56人，复见19人，无一禅宗中人。后王补新修往生传，宋仁宗元丰7年，公元1084，收了永明延寿，乃是唯一禅师。再是王龙书，龙书净土文，南宋高宗绍兴30年，公元1160，正文中收录永明一人，附录收录永明、宗泽。从此以后，等而下之，凡净土宗书中传记禅宗中人越来越多，不可胜计。是读净土往生传之殿君亲朋悉宿1761-1793之净土圣贤录和胡玄之净土圣贤录续编，就可了然。综上所述，宋明以后，净土宗由范而专的势头可谓一清二楚，但最后还是需要加以附注，虽约合流，禅净两方的姿态还是略有不同。宋明以来的禅宗，故以不同于唐五代之禅宗而纳之以敬，但其独立自我意识还是非常强。其典型如圆中风明本和天如为则，他们是禅宗中真正的实践兼修净土之先驱者。读他们的著作，如天目中风和尚广录、明本禅师杂录、天如为则禅师语录等，最强烈的感受即是他们还是禅师。当他们上堂开示，拈起一则话头，一个公案时，脱口而出，绝对是禅家风味，极其正宗纯粹。只有当他们专门鼓吹禅净合一时，才禅与净土无分左右。这一特点，直至明楚山少奇、憨山德清、云栖祝洪、子伯真可都继承下来了。正因如此，续藏中能收进禅师语录21大册，400余种，占全部续藏1/6弱。相比之下，净土宗却不复再见，纯粹的净土家说了，透禅出净也好，透净出禅也好，反正离却心性，就很难说念佛往生了。所以形容禅净合一，
如果说是像2条大河，并而位移那样，恐怕想象力还不够，实际情况远为复杂而丰富。此情此境，给本书撰写宋明以后之禅净合一史有一直接影响，看上去好像就是在写净土史，好像禅宗全给融入净土宗中了。事实正好相反，禅净合一之外，有着独立的禅宗史，却无纯粹的净土史。2. 强大的居士队伍。自二宋史推动禅净合一的力量，除了僧人之外，极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支强大的居士队伍。有唐一代，虽然有白居易、李敖、772、841等名人好佛，但绝对是少数。智勇明延寿《万善同归集》中还专门发问，在家菩萨亦许纯修善故？试想，如果当时没有反对在家修善的言论，何必此问？由此可见，直至宋初，居士而修正尚未流行。但时至元代，却出现了伪造六祖慧能之偈云：宁度白衣千万，不度空门半个僧，思潮地变，反差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不容否定，请看下列名单。杨杰，宋元和时为礼部员外郎，参天一一怀。小于天台时一论续大于，小于直指净土决疑及续大于。王古与杨杰同时，官至礼部侍郎。新编古今往生净土宝珠集，直指净土决疑集。苏东坡，著名文人，参东林长聪。小于阿弥陀佛像赞大于。江公望，宋崇宁时为司谏。小于念佛方便文大于。陈冠，从明至中历受天台教旨。小于延庆寺净土院记大于，小于天台时一论后续大于，小于宝成义记录续大于，小于止观坐禅法要记大于。朝说之，官至士至，先师从明至中立，后思书大至元照。小于净土略音大于。王日修，国学进士。龙书净土文10卷。王忠，南宋政和年间人。小于劝西方文大于。王仪宁，官至士至，参真歇卿了。小于广平夫人往生记大于。遂宁，官至给事，参大会宗稿。小于西方礼文大于，弥陀忏仪。林济，元人，号西归子，创立西资社。赞净土诸上善人诗500首。张敦，官至浙西副都总管。于家中创立联社，南宋高宗亲书，联社2字次之。郑清之，南宋理宗时丞相，封卫国公。小于劝修净土文大于。姚广孝，即僧道衍，明太宗时还俗为太子少师。诸上善人咏，净土简要录。严敏清，明嘉庆兼翰林学士，次拜武英殿大学士，为云栖祝弘之有例外。虎，小于乐邦文类序大于。庄广孩，从祝弘受教。净土资粮全集6卷。李治，万历时人，官至南京刑部主事。
净土诀，西方说，一念万历时人，西方直指3卷。袁宏道，明万历进士，文学史上以袁氏3兄弟而有功安排。西方合论，张师诚，清嘉庆时人，官至江苏巡抚。晋中晋右晋。胡旋，道光年间人。净土圣贤录续编。陈兆完，同光时人。莲修起信录6卷。杨文惠，著名金陵刻经处创始人。联邦消息，求生捷径，西方清净因，弥陀经论。常常一串名录，还是挂一漏万。一眼就可看出的是，这批居士大多数身居高位，有钱有势，且不必说，更是有着高品位的文化素养，其中甚至还有极负盛名的文人，这一切于禅净合一大势之推动，可想而知。然而，另有一重要信息，却往往容易为人漏掉。上述居士的著作，乍一看，全是净土方面的。除了前文刚讲过的理由，即当时的净土史就是禅净合一史，更有深意的是，这批人的心路历程，都是如而禅，再而净。宋明以后的古代中国，入世之徒乃是唯一的明经，明的是儒家之经，尊的是程朱之说，所以这批居士在起点上都是儒家者流。而后虽有不同的经历机缘，但差不多都是参禅有德，这当然与禅宗的主流地位有关，且中国的士大夫与禅宗却是有着极深的渊源。但他们由参禅之所得，又怎么把他们不约而同地引到了净土的归西之路上？此中大有深意。请看他们的夫子自道。一念小于西方直指序大于，今禅独大发波及无如，汝不为如指导禅朝臣，即则治标之其策也。庄广还小于净土资粮全集自序大于，非如无以识佛之理，非一无以达佛之心，非玄无以照佛之际，非贤无以助佛之机。寥寥数语，道破天机。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上看，宋明以后，儒释道3家合流乃是当时之主导。本来禅之心性与宋儒之心性，不说同宗同源，也是非常接近的。但禅宗借陆王一派的张扬，遂渐步入歧途，狂态日漏，与强调天理、沉静和纲常的儒家主流距离日远。站在儒家主流文化的立场上看，禅宗的此一变化是极为危险的，不能认可的，必须要悬崖勒马，让禅宗重入正规。最稳妥的方式，便是给禅宗套上一龙头，与脱缰野马般的狂禅相比，融入净土之禅，绝对的温和文雅。原来这批仍然身处碌碌红尘之中的居士，其所得往往不同于出家的法师，他们对禅之狂的警觉性远高出于不问世事的和尚。参禅之余，必然的入境，实是在更深广的意义上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入佛而不非儒，
参禅而常修息，即如即禅即静的目的，即在于造就一有信有证、有规有矩、可循可操的信仰氛围和伦理秩序。居士队伍的壮大，乃是三教合流的必然，同时又从另一角度切入，有力推动了禅净合一之大事。如是道三教合一的大历史舞台，禅净合一的小文化背景，二者相互契合，相互推动，而一支居士队伍，则是那二个层面、二个系统、二个场景之间的通道连线。三、大行丛书之集成。佛法博大精深，佛书浩如烟海。古人云：好守穷经，本用于汉代儒家经师，若移诸佛家，恐更入目三分。若大般若经600卷，华严经45000记，大藏经英书500余卷，宗净录、法院诸灵各100卷，哪怕闭关阅藏，也无法穷尽。所以历代多有僧人于佛前抓阄，以锁定个人一生专攻方向故事，实是佛书太多，难以促读也。又佛法之难，难在入门也不易。因佛家之经咒论书，行仪清规，往往是独立成篇。即便是有名师指点，也必须一本一本细细读去，日积月累，要能融会贯通者，或才有所意会。至于禅宗的公案登录，则更如天书一般，往往叫人堕入雾里云雾之中。相比之下，通过净土著作去把握宋明之后禅净合流之情势，则容易得多。其原因，就是因为宋明以来，净土宗中出现了许多大型丛书，这些丛书往往收罗整齐，编排有序，有时一册在手，徐徐读去，即能对唯心净土、本性弥陀有个大概了解。此优点应是与净土宗之传统有较直接的关系。禅宗本讲究不立文字，故其所传经典如坛经等都有短小精要、通俗易读的优点。但后来禅宗日益发达，其宗风日渐神秘，相应的禅宗典籍也就变得臃肿，如登录难懂，如无门关、闭言录。而净土宗自隋唐时起，就出现了脱离经注经书套套的专述净土大义的论著，如托明智以的《净土十一论》，道绰的《安乐集》，家财的《净土论》和怀感的《是净土群疑论》等。这些书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一反绝大多数佛书应跟着原点走，故往往中心主题不突出的通释，以自设问答的形式，集中论述有关净土信仰的主题。入宋以后，就出现了编辑大型丛书之风，成为禅净合一史上的一个触目特点。举最有代表性的例子，王日修之《龙书净土文》可视为第一本大型丛书。该书正文10卷，附录2篇，卷1净土起信9篇，卷2净土总要7篇，卷3普劝修持9篇，卷4修持法门15篇，卷5往生事迹30篇，卷6特为劝喻37篇，卷7指迷归要7篇，卷8现世感应18篇，卷9助修上品16篇，卷10净浊如10篇，全书结构完整，
内容全面，成为一独立的宣扬净土系统。受彼影响，而后同类的丛书都有类同的布局，如宗小的乐邦文类5卷，以收集净土史料为主，卷1引经46处，卷2续跋32家，卷3记碑19分，卷4杂文33篇，卷5复名记诵诗词共计55篇首，照样是一完整的体系。又大又知净土指归集和一元宗本的归元直指集，前者立原教、宗旨、法相、观会、刑法、正验、决疑、敕六、指广、劝修10门，后者上下2卷及97篇文字，皆能广说净土教旨宗风，力倡禅净合一，简明扼要，主题清楚。到庄广还编净土资粮全集，则是有经有文，有理有行，有例有证，有扬有抑，号称全集，绝不为过。最后也是最成熟的，要数林峰偶义选定之净土十要和毛剃元居士的续净土十要，二者都是精选前人经典著述，一一加注加按，或续或拔，汇集成册，堪称一小型净土百科。种种大型丛书，就内容而言，是以集集前人为主，但就意义而言，其产生之本身，就反映了宋元明清四朝禅净相合，成为佛门主流的历史状况。4. 老实念佛。有宋一代提倡禅净合一，最响亮的口号是唯心净土，本性弥陀。其首倡者为天一一怀，始传一怀常对众设问：若言舍禅取净，验此心彼，即存取舍之情，为众生之妄想也。若言无净土，则为佛语。果然，修净土者当何行？众皆无答。彼自答曰：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譬如雁过空，影成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114。其禅寂固然圆通无碍，但其出发点还是针对舍禅取净之妄想。道元天如为则，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之说则形成体系，成为为则禅师禅净合一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而言之，净土则为心，心外无土，唯心即净土，土外无心。而此一心即三身：应身、报身、法身、四土，同居、方便、实报、寂光，故十方为成国土为无心中之土，三世恒沙佛为无心中之佛。据此则无一土不依无心而建立，无一佛不由无性而发现，10万亿外之极乐亦为心之净土，极乐国中之教主亦本性之弥陀也。无论是当初一怀提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的动机，还是后来天如为则所完成的思想，很明显的是站在禅宗的立场上，以禅的心性去解释净，去融会净，去改造净。这一现象极其生动地反映了唐宋时期禅宗为佛门主流的不争事实。然而，随着时势推移，至明清时代，禅净的关系有了变化，唯心净土，本性弥陀
的领导地位为老实念佛所取代。其最有力的例证便是明末四大师，翻看《憨山老人梦游集》、紫柏尊者全集、云栖法会和偶益大师全集，直持名号，一心念佛之说随处可见。莲池祝弘甚至以老实念佛四字为其临终嘱咐。变化的远照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如本书所考，托明永明延寿强烈表示敬甚于禅的《四料简》，最早见于元末，并且恰恰是出现于天如维泽的著作中。一面是成熟的唯心净土、本性弥陀思想，一面开始为《四料简》变移、思潮变迁清楚凸现。这是禅净合流过程中二宗关系的微妙变化。从禅宗独尊到互补互济，传递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信息，这是一种文化自觉，最主要的内容即是对狂禅危机克服的自觉。如前所述，禅净合一的内在依据，即在于恢复经典的真理性。早者如宗密之呼吁。今是佛语，禅是僧意，为佛尊僧，切宜未可。115。晚者如一念之通集。今禅独大发波及无如，汝不为如指导禅朝，成吉则治标之其策也。116。无论是佛家立场的未可，还是儒家立场的禅独，指的都是一回事，即是禅之致命伤，真理标准的迷失。而老实念佛四字，则是寻回真理、治理、禅独的最好药方。无此自觉，即使禅净合一，也无法健康发展。在这一点上，历史曾提供过经验和教训。宋元间慈赵子元所立白莲社故事，则是最典型的例子。子元系苏州平江昆山，江苏省松江县西北人，姓毛，号万世修。幼丧父母，投吴郡延祥寺智通，诵法华经，19岁出家，修习止观。又从姑苏，江苏省吴县知进范受天台教。一日闻鸦声而得悟，由此生起利他社化之心。仿庐山白莲社之遗风，作莲宗陈朝忏仪，普劝人人念佛，受持五戒，自带法界众生礼忏，愿彼等众生生西方净土。后于平江之淀山湖，江苏省青浦县西建白莲忏堂，与众人共修净业。时有以其说为异端，而告之于官。南宋绍兴之初，年46岁，被放逐到江州，江西省九江县，然人不以所信，教化诸人。传西行集。绍兴3年赦免，应召入德寿殿，为高宗说净土之法要，赐劝修净业莲宗导师慈照宗主之号，并经播依。按子元之书未能传下，唯于元普度之《莲宗宝鉴》一书，乃是据其遗著，为众正白莲社之风而写，故其中材料尚可引用。约而言之，子元以普觉妙道四字为立宗根本，又按天台家说，分净土为圆融四土，俱以和会禅净。
因为当时禅宗说唯心，不说西方，净土说西方，不了自性，金子圆力圆融四土，上根之人深究坐禅，入大菩萨所居十报土，中根之人观想持念，入声闻所居方便土，下根之人十念成就，入人天所居同居土。照此观之，并无出格之处，何以被指一端，连书也传不下来？事实是另有隐情。子元世后70余年，宗建传是门正统，成书于南宋理宗嘉熙元年，公元1237，即将子元之白莲社编入于赤尾宗之内。后至盘之佛祖统计传于度宗咸淳5年，公元1269中，则再度将其摄入是摩邪党之部，其理由如下：白莲、白云，处处有习之者，大抵不是荤酒，故易于狱卒，而不杀物，命尽于未善。愚民无知皆乐趋之，故其党不劝自胜。甚至地宅姬妾位，魔女所诱，入其聚中，以修忏念佛为名，而时通奸秽，有时是夫宜家境。至云117。劝诸男女同修净业，自称白莲导师，作受众拜。仅聪儒，不杀不饮。9. 好白莲菜，受其邪教者谓之传道，与之通淫者谓之佛法。相见傲僧，慢人无所不至。渔夫渔妇转狂诱，聚落田里皆乐其望。118。原来是子元之后，白莲社走火入魔，走上了邪道。故普度之莲宗宝鉴特立念佛正论一卷未变，其中对白莲社员之言行分条序列，一一破斥。今摘数例，亦可开眼界。辨明三宝，今有邪于不解，伪传真宗妙义经，妄言经是佛宝，弃是法宝，神是僧宝，地相传奇。或妄说灾理，或搜鬼窍，有若施巫，或称弥勒下生，或言诸天附体，或向烛光上见神见鬼，或在香烟上断吉断凶。辨明空见，辩道饮酒食肉不爱菩提，行道行淫无妨般若。辩一合香，妄说夫妻是一合香，金刚经云如来说一合香者，即非一合香，是名一合相。六祖云心有所得，即非一合香，心无所得，即是一合相。辩明双修，诈称莲宗子弟，妄指双修，前通淫秽。辩明三观，妄指人生三丹田，人内三观又说自足至腰，三处疼痛，为外三观。禅家有黄龙三观、兜率三观等。辩明不生不灭，有余人妄以不产后四位不生，不断欲心位不灭。辩明曹溪路，妄指人生有家己双观，作曹溪一派。又妄说六祖云宁度白衣千万，不度空门半个僧。辩明计中珠，今有一等余人错会金指，妄以运气入鼎，作计中珠，谓之最上乘法。
法秘密相传，叫人搬金运气，冲布头顶，要学世尊顶上有肉髻珠，便名无漏果，望将眼吃鼻涕，尽皆吃了，谓之修无漏者。便名赵州茶，今有余人，不明祖师大意，妄自造作，将口内经唾灌，数36次验之，谓之吃赵州茶。或有临终忘指教人用朱砂墨茶点一盏，吃了便能死去，是会赵州机关。更可怜悯者，有的魔子以小便作赵州茶，乍一看，真是闻味所闻，可谓魔导邪徒。子元之禅境合一，何以演出如此6种？但再深入细想根本，禅宗末流难逃其咎。此话何说？因为禅宗上自修自证，自立真理，自己肯定，所以增益历史，委托古人成为禅宗的传统。而1700则公案之中，千古难解之谜要有多少？如黄龙3关，谁个真能说出个道来？一旦世道不明，用心邪恶之徒，加上无知的渔夫，什么下流的事都出来了。他们也在学佛修法，不过是不依经典、离经叛道的修习。所以白莲社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警告，禅境合一，一定要紧紧抓住，重立经典之权威这一核心。过分依恋禅的唯心仍有危险，而提倡老实念佛的关键即在于老实2字。幽昙普度正是把握了这一历史的脉搏，传莲宗宝鉴，为莲宗证明，为佛法请命。请看他为《莲宗宝鉴念佛正论卷10》所撰序言，说佛法之功用，立于上下，实著于孔周之教，赞义黄化，其义至矣，使一人能行是道。以训于家以道，于乡以达，于邦家以至于无穷，则天下之民含道用德，容神识相，高不无合而及佛境界，其只以为善人君子而已哉？夫如是，则贺患乎忠孝不修，礼让不着于。以此观之，岂非能人之道与众迷？知道共为表里，训于民耶？赤白莲社之非，常谓教门之利害有4：一曰师授不明，邪法增斥而丧其真；二曰戒法不行，纲常紊乱而犯其境；三曰教理未彰，谬谈非议而惑其众；四曰行远不修，迷入邪途而堕其魔。二者的差别就在于前者老实，而后者不老实。观察历史，入明之后，杨敬一禅之4料简，邪言受之甚明，深入人心。至嘉靖末，庐山偏荣出，鼓吹念佛。其门下云栖祝鸿、憨山德清、子伯真可都是一代高僧，右军力倡老实念佛。而同时之灵峰秩序更倡3学一元之说，以净土为禅教律3学之归结处，为老实念佛在教理上提供了坚实依据。
反面的教训与正面的经验相互激荡，终于推出一代新风，老实念佛，取代唯心净土，而成为佛门主导。这恐非偶然，而确实是禅净合一之历史自觉。5. 标新立异。汉魏隋唐之佛家新见，常常可用创新说之，而宋元明清之佛家新见，则以标新为妥。我说创新和标新，其意当然有所差别，但绝无giả包之意，实乃时代使之然也。隋唐以前，佛家新见，如道安、道生、慧远、达摩等辈，肩负佛法中国化之大任，其事其业均是开创性的，论证为了开创，故曰创新。而宋明以后，大局已定，纵有新见，也是发展性的，立心为了论证，故曰标新。都是高度的智慧，都是百家争污，但时事不一，前者筚路蓝缕，后者轻车熟路，气度也就迥异。宋明以后，总的趋势禅净合一已成大局，但总还是二宗合流，总还有宗派山头，故总还是有系要鼓，有仪虚事，有气要鼓，有邪虚斥，有情要疏，有偏虚纠，有学要立，有事需料局部细节之上，新见新说层出不穷，故标新二字实是当时合一之后的禅净二家在教理建设和宗风上的一大特点。再细一层，其标新立异又可分为3种类型，即文字型、批评增益型和理智型。文字型，所谓文字型，是指佛门中人接机说法，著书立说，其文字愈来愈诗化，愈来愈简练优美，朗朗上口，听者读者易于记忆，便于传颂，特别是诗词入佛，其文化品味得以大大提高，于禅净之弘扬作用不小。此一风气与禅宗有直接关系。禅家接机本来就多记诵，与严格意义上的诗词仅一步之差。宋明以后，一方面是禅宗自身对不立文字的反动，一方面是大量士大夫参禅，禅宗日益文人化、文字化，以致有文字禅正式红场。其文采之机巧、富态，真是到了美不胜收的地步。盖禅如春也，文字则花也。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故得山林记、放呵交持，未尝非文字也。清凉天台、书经造论，未尝非禅也。而曰文字与禅有二乎哉？逮于晚境，更相效而更相非，言于水火异。宋季因尊者忧之，因明其所。者曰文字禅。一，此一枝花，自渠潭拈后，数千余年植在粪扫堆头，而既因在一拈。四，即经流布，疏引撩人，暗香拂鼻，其谁未破言者？119。宋仁宗遣中使问曰：才去束缚，人力难当，按此事一字迷。底谓佛
字。诗集以宋回敬曰：有节非干竹，即三星掩月。观心一人居日下，是弗与众人同。佛地览大悦。120。宋孝宗问：这东名山太白玉矾之外，以何为圣？光、宝福、护圣、国清、万年。帝曰：是臣探谓明对。121。直承此风，禅境合一，极多诗词美文传世。如世传有名言受之，四料简之所以如此有名，以至于托之于延寿名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八句料简却是言简意明，值得有声。此外，其先驱者如宋天一一怀。雁过长空，影成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其著者如元中风明本，有怀净土诗108首，广被引用。禅外不曾谈净土，须知净土外无禅，两众公案都拈阙，雄耳风开无叶。莲自家一个古弥陀，深色头边搓过多，狭路相逢如不见，未知何节离缩。婆县城公案纯商量，小庆平敲蜡炬长，昼夜60声不断，满门封地白莲香。稍后之处时范齐，堪称集大成者，彼有西斋净土诗3卷，赞举数例如下：一寸光阴一寸金，劝君念佛早回心。直饶凤阁龙楼桂，难免鸡皮鹤发青。顶内香烟出未散，空中法驾已摇铃。沉沉沙沙虽清净，独有弥陀愿力生。一个浮泡梦幻身，如何只是纵贪嗔？好寻径直修行路，修学痴愚放逸。人护戒孩童冰雪镜，操心要与圣贤亲。明明指出西非日，有时皆令达本真。马乌龙术士无师，念佛参禅驾并持。五色云横日眉处，一枝花钗眼开。玉音袅袅流仙迹，精彩煌煌发令姿。况结相逢真父子，欲将贺勿报恩。词明四大家中的莲池祝鸿和偶益秩序，也不乏佳句。祝鸿九莲华蕊枝枝开，家业之言；七宝栏杆步步入，善财之格；八棱毫香冷冷。关中道真诠，六字名称字称悉来历意。六字真经设益多，总持一寺唱也缩。自从末直西方去，衔沙台山指路。婆秩序西方即是为新土，无上生禅不用参。佛像面中全体露，根深一律太痴。酣日照纸窗明，默然其悲思，但有好顺人，曾无刚烈志，犹如彼痴隐止。向窗前至，不肯猛回头，云何的出世？正因此风，所以翻看净土丛书，诗记特多。早如乐邦文类，以能力诗词记诵为一卷，若无大量诗记流传，宗小再巧，也难为无米之炊。批评增益行，所谓批评行，
并不是指一般交流指证，而是指当时佛家中人为倡禅净合一，敢于挺身而出，就若干重大问题，向昔日的权威挑战。此权威不是别人，正是鼎鼎大名的禅宗六祖慧能。这里有一段历史公案，禅宗自东山法门后日益兴盛，五祖弘忍之传人玉泉神秀应召入京，则天地亲执弟子里，恩隆无比。神秀号称两经法主，三地门师，死后谥大通禅师，北宗绅士，恰如宗密，圆觉经大书抄所形容，熊熊若是，谁敢当衡？然而就是有人不惜生命，出头与北宗争锋，他就是慧能的弟子菏泽神会。神会打着南宗慧能顿教的旗帜，数番浮沉，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这时是一段复杂的故事，其最终结果是南宗顿教成为禅宗正统，做继承心的慧能是真正的六祖坛经，成为禅宗的宗经。此事发生在公元8世纪，北宗神秀是最大的受害者，他被丑化斩逼，其历史地位也遭篡改，他失去了六祖的位置。照理说，时至宋明，逝者如斯，往事如烟，数百年前的旧事早已过去。但是想不到还有受累者在，不是别人，正是净土宗。当时南北争夺的过程，也是一部坛经被不断增篡的过程，到尘埃落定，坛经成为唯一的一部由非佛祖所讲的经时，很多当时禅宗的思想也就凝入其中，恰如一块琥珀中留下了远古的小虫。其中最触目的，即世界慧能之口说出的非净土思想：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按这段话最早的敦煌本《坛经》中无，故晚出的慧心、契松本中肯定是后人掺入。详见拙著《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4章2节。此问虽然明显地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语中两个西方含义绝对不同一，但却异常机智，又是出于六祖之口，故其影响可谓巨大。特别是禅宗成为佛门盟主的情况下，净土宗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数百年后，提倡禅净合一，六祖和坛经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因此如何对付这段话，成了净土宗人的一块心病，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然而，当禅净合一的大势已定，此一肿瘤就非去掉不可了。于是乎，多少年来的曲解和会的保守疗法，一蹴而为干脆利索的外科手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挑战权威。在多少人想尽办法说六祖坛经中这段话不是非议净土之后，南宋竺安可观终于发狮子吼，其劝修西方说直指坛经为伪。理由如下：前引坛经一，如此比例，一笑可也。窃民祖师，不可行用。或谓既云悟性，此亦有理，其理偏上无非禅病。
相传高丽焚毁此书，辽东人师稍有眼目。122。敢于指责，坛经中有伪，应属着实，但可观却敬而要，焚毁此书，那绝对是宗派立场所趋，凡不利于禅净合一者，那怕尊儒坛经也毫不留情的要烧掉。竹安此举过于激烈，有时会适得其反。相比之下，其后继者则要高明得多。既然前人能造，为什么我们不能也造呢？坛经中这段话虽然尖锐，终非根本。若把禅宗的祖统也变掉，还怕什么6祖7祖？于是就有了曾义行。但这些消息极为隐秘，不细心纠察，还捉不出蛛丝马迹。原普渡的《莲宗宝鉴》卷3，名为《念佛正宗说》，一开始就借宋僧名叫契松1007-1072之口说：能人之垂教也，必以禅为宗而佛为祖。祖者，乃其教之大范；宗者，乃其教之大统。夫古今之学佛辈，尽以其所学相胜者，盖由宗不明祖不正而为患。然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后世学者不能尽考经论而纠正之。在一大段对禅徒之自封正宗之批评后，他展开了他的经论考证。先说庐山慧远是净土宗祖，此自是老生常谈。接下去说了跋陀罗于庐山译出禅经，而慧远作序于世，此本也已是定论。但他笔锋一转，说句契松定祖图云：跋陀罗常为远公曰：西土传法祖师自大迦叶，直下相承，凡有27人以此慧根，四地相传，达摩多罗后为28祖。我今如其所闻而说是义。远公闻跋陀罗言，故序云：达摩多罗西域之卷，禅训之宝。据此，他的结论脱颖而出。新禅诸经出自庐山明其宗而不昧其祖也，若服一句当机，净土为新显矣。细细分析，这里问题可不少。首先，契松定祖图所说是否事实？陀跋陀罗所译禅经，经文尚在，便读慧远和慧观二序，只有8祖之说，未见其余。事实是禅宗以禅经序为底本，参以后魏及迦叶等传人中国的《复法藏因缘传》中的23世说，一步一步造出其祖统。契松为掩盖此史实，故硬说庐山译经时便有28祖说，其时间比《复法藏因缘传》早65年。他之目的是在论证西天28祖说的真实性，确确实实是从佛祖开始，慧根次第传授。若中间冒出一本《复法藏因缘传》，戏法岂不折穿了？所以契松紧接着说要烧掉《复法藏因缘传》。其次，普渡的目的又进了一步。表面上，他全是引他人的话，实质上，他的主旨早就标出念佛正宗。他的结论就走得更远，禅净2家都是出于庐山。
此说非同小可。他是明了西天之祖，那么东土之祖呢？菩提达摩变成了达摩多罗，接下去即是庐山慧远。禅净合一之史被提前了整整1000年。面临这时事，任何不利于禅净合一的不实说法，禅净之间的纠缠矛盾，全部烟消云散，不复存在。相比之下，以宁佛参禅著称于世的清世宗雍正皇帝，说的没有普渡那么露骨和荒唐，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雍正御选云七莲池弘大师语录序云：达摩未到良土以前，北则十公弟子讲义经文，南则莲社诸贤精修净土。待后直指新传，辉映正旦。宗门每以教典为寻文解义，净土为者相符。题质而不论，不知不觉化成两绝。他说的是事实，但玩味其言，则有论资排辈之意，言外之音，而后教禅相分、禅净相构之局面之形成，错在禅宗。所以再也不要相互排斥，携手共进为唯一正道。曾一行的例子还有更巧妙的，往往是短短一句，四两拨千斤，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明禅僧古因尽情说一句阿弥陀佛乃宗门头则公案，真是别出心裁之作。禅门公案1700则，因学人根基不同，拈起即事，从无轻重缓急之分，此乃禅家本色。而今却出了个状元，一句阿弥陀佛是也。禅以照参不误，但若真正作家，入我净土门来。又若会觉其欲之48愿后续，序列法统说杨节是临济正统，王古是云门正统。二人本是居士中鼓吹禅净合一的大将，而今特点出彼人禅宗正统之地位，用意一目了然。你若不同意禅净合一，则非正统。小小花招，令人不得不从。在若清技能传较普及，是新旦为之作序，说拈花微笑，故事发生在佛说阿弥陀经结束时，后马明菩萨为禅净二分而特传大乘起信论，阐明为新净土。移花接木，可谓煞费苦心。拈花微笑乃禅宗之第一口实创宗论，本身就是虚无缥缈的故事。大乘起信论的作者也历来有疑，而今正好全都搅成一锅。大乘起信论中读出唯心净土，世尊先不待众请，而自说阿弥陀经，接着拈华又道，我49年未曾说着一字，迦叶破颜一笑。联想到也是这本较普及、信誓旦旦说有名延寿的饲料简，出自《宗净录》，其推动禅净合一之热忱不遗余力，也颇令人敬佩。理智行，所谓理智行，是指继承宗密延寿的思想，从理事双修的角度出发宣扬禅净合一者。本来从空有真俗的对立中开出中道，乃是中国大乘佛法的精髓。
循此思路，定与会，事与理，行与解，此岸与彼岸，现世与来世，人间与天上的统一，从来就是中国佛法的优秀传统。推动和形成禅净合一之历史大潮的主要依据，即在于此。其最典型的代表者，要数号称明四家的云栖柱弘、子伯真可、憨山德清和偶益智旭。中国佛教史到明代曾一翼风突起，就是因为有此四大家。除了他们的品德、学问足以摄导众生以外，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所倡导的一代世风时尚，至信而不迷信，以佛法本有的理性眼光重新审视历史和现实。这一精神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禅净合一的提倡上。反过来，禅净合一的理性派也成为当时佛教之理性精神的重镇。明四家个个都是著作等身，若一一引证分析，又是一本专著。故这点作罗列，目的是领会他们的理性色彩。云栖柱弘，竹窗随笔，批评念佛经，说禅不即静不对，真正的圆顿之禅，与上品上生同。小于净土辩仪，大于隐中功名本语，禅者净土之禅，净土者禅之净土，而修之者必贵一门深入。小于理着无西方说，大于一心清净是为理观内明，五体窍情乃曰是忏外助，直观本性非不尽要，而末法众生会不够重，虚假理观是忏内外交功，术的定就会成，死生速脱。但今人为存是忏，理观全荒，何况外事虚文中无实毁，反令清心男女纷纷乱心，被普贤之愿王，乖慈云之本质，皆乎伤灾必也久矣。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今之执禅谤净者却不曾真实参究，执净土谤禅者亦不曾真实念佛。若各做功夫到彻底穷源处，则知两条门路原不差毫厘也。只替人解年去复，便是秘密。云栖净土会语，小于是月藏要与大于，大藏经所权者不过界定慧，而四界乃防非为义。若能一心念佛，诸恶不敢入，即为戒也。定乃除散为义，若一心念佛心，不异缘即定也，慧乃明照为义。若观佛身，字字分明，一观能念所念皆不可得，即慧也，何必随文逐字阅此藏经？云栖语录，端坐念佛，恐心难摄，不若经行。子伯真可。念佛垂，小于法与大于不同意待业往生之说，故庐山先造法性论，次开白莲社。小于书，大于佛有是佛理佛之分。小于与无灵川始光居士，大于见地不高明，敬业亦未易修矣。小于无量寿佛赞，大于生从不生有，不生者非数，非数为数本，是谓万物祖，此祖人皆有，不悟乃不睹。小于净土即大于净慧即在心，如何别寻理？但观心未生，净慧在何处？佛即自心觉，觉即情不生。憨山德清，憨山提倡念佛，是因为彼来学人生禅者多被邪师过谬，引入邪见丛林，
堕我魔慢，增外道种，是大可忧，况实无一人的解脱处。似此不为自悟，亦且悟人，可不惧哉？是故老人极力主张净土真修。小于是悉应进功专修净土，大于参禅要理想，念佛专在想，以众生久省妄想，离之实难。若即染想而变净想，是以独攻独博幻之法耳。禅家有大死一般，净土有生死信心，二者共通结果。小于是会静心禅人，大于无佛说法最要者，为参禅念佛而己。参禅乃此方诸祖创立悟心之法，其念佛一门乃无佛开示三贤时的菩萨总以念佛为成佛之要。若约为心净土，则心净土净，故参禅为悟之时也，非念佛无以净自心，然心净即悟心也。菩萨既悟而不舍念佛，是则非念佛无以成正觉。安知诸祖不以念佛而悟心耶？若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即名为悟。如此则念佛即是参禅，参禅即是念佛，乃生净土。此是古今未决之疑，此说破尽，而禅净分别之见全消。偶义秩序，小于序众克宝王三类念佛直指云，大于非者是而妄理，必指理而播示，者是者犹堪作下品声音，指理者尽沦于恶取空见。小于灵峰偶义大师选定净土十要，大于全是即理，全妄即真，全修即性，全他即自。小于达着左车茶话，大于故参究谁自与摄心数习等，皆非净土即则是也。净土即则是无念外之佛为念所念，无佛外之念能念于佛。小于年谱，大于生平常有言曰：汉宋著书圣而圣贤心法会如方木入圆窍也，随机结磨出而律学衰如水天乳也，指月路盛行而禅道坏如凿混沌也，四交遗流复而台宗内如指死方一辩真也。小于范氏偶谈，大于禅者欲生西方，不必改为念佛，但具信愿，则参禅即净土行也。是一心者粒粒分明，不分不散是也；理一心者默契无声动明，自性是也。小于念佛及禅观论，大于就此法门有念自佛、他佛、自他佛之不同。若单念自佛，四念处与参禅止观全同；若单念他佛，念相好、法门、实相、名号与参禅止观意义一同；若双念自他佛，与参禅止观非异非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小于竟然沙弥化念佛书，大于东林为念自佛者，智者为念他佛者，永明处实为自他俱念者。小于法海观澜自序，大于夫统论修正法门，号若尘沙，非值84000而4。然五门收之，罄无不尽。何者？欲游佛海，先资戒行，戒净，则行解可遵；行圆，则秘密思正；正入，则依果自言。故守律宗，明造修之始；次诸教，明开解之途；次禅观，明实践之行。既密宗明感应之为，中净土明自他同归之地也。或因持三具戒而进四土，
或因习教解甚深意而进四土，或因观禅植物自心而进四土，或因专修三密传持咒印而进四土，或为以一门而进四土，或以二门、三门、四门而进四土，然则无解行之戒，非戒也；无戒行之教，非教也；无戒教之禅，非禅也；无戒解即禅之密，非密也；非戒非教非禅非密，则非净土真因也。非有四种净土，则戒教禅密无实果也。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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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本书对禅净合一的追溯，恰巧以偶益大师知晓语法海观澜自序大余的这段极为精彩的议论作结。林峰此言，乃是真正突破了宗派之见的蕴满理性精神的新一代教派。本书概括禅净合一之第6章的总标为禅净合一之大势，趋的正是这理性之大海。尾声，禅净合一之大潮至此该流入近代，以至现当代了。但以本人之佛教史观，此一主题根本不存在。当整个中国佛教传统全部中断时，禅净合一从何说起？故本书之尾声，谈禅谈净，往往与中国佛教整体无法分开。不堪回首的晚清，内外交困，人心沸腾。一声佛号，成为佛教全体，有人讥之为有净无禅。其实身处绝望的当世，人们对来世的期望更是虚无缥缈，遍布神州的阿弥陀佛已绝无当日气象，却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了，国运不昌，何其教育。但是真正给中国佛教以根本性的冲击、摧残者，乃始于近代。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步步入侵，民族矛盾急剧上迁，近代中国宗教运动的历史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深刻的民族危机，把政治变成一个巨大的漩涡，把一切都卷入其中。离开了救国，任何东西没有价值。一切信仰、行为和追求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就整个意识形态而言，首先与外来文化发生碰撞的是主流儒家思想。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随着中华民族在外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挑战前节节败退，全面崩溃，儒家思想的腐朽没落日益暴露，终于从昔日的王座上跌落下来。人们心头酝酿起一种普遍的失落感，儒家之仁政王道再也不能引导中国人挡住那汹涌而来的侵略浪潮，于是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把眼光移向别处，以寻找能够救国救民的武器。这样，以政治为主题，作为外来文化冲撞的反响和回应，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本土文化派、全盘西化派、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想流派在中国近代史上如雨后春笋，此起彼伏。而佛教则从古代中国宗教中脱颖而出，成为净化中国政治舞台上引人注目的一家。或许是对东西文化简单类比的结果，或许是对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向往，
相当一批人把目光落到了佛教之上，他们中不乏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影响巨大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他们希望佛教能变成一种新的精神武器，发挥像西方宗教或日本近代宗教那样的作用，指引中国人民战胜外侮，走向繁荣和富强。于是乎，佛教中凡是能借用过来为政治服务者，全被搜罗出来。佛教的平等变成了民主自由的平等，是国家、民族平等基础上的个人平等。佛教的度人变为积极投入政治、救国救民的奋斗。佛教的勇猛精进，再也不是把一切献给神知的迷狂，也不是理事无碍、破除一切妄执的智慧，而是不怕牺牲、不怕挫折、自救救人的大雄无畏。佛教的唯识论堪与西方认识论匹敌，佛教的九天说等于西方的宇宙论，佛教的唯尘说胜过西方的细菌学。我绝不否定，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条件下，佛教起到了其他宗教以至政治思想所起不了的作用，绝对是有价值的、留名青史的。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当佛教政治或称为政治佛学更妥帖、一枝独秀的时候，佛教的其他方面呢？在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彻底扫荡传统中国文化时，佛教哲学、佛教教理、佛教修正、佛教艺术、佛教伦理、佛教仪规，除了为政治需要而装点门面之外，全都被trả为迷信，生存亦难，据论发展。整体而言，近代中国佛教是处于中断、蛰伏的状态。如果说历史无情，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近代中国的劫难需要佛教做出贡献。那么，当战乱过去，佛教能否重新接续被中断的传统，重新跟上时代的脚步呢？或许笔者短视、性急，半个世纪对历史而言仅是刹那，近代佛教的困惑至今依然存在，只是形势有所改变而已。在中国大陆继续中断。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与政治相结合后，所有的宗教都处在必然灭亡的被告席上。作为一种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批判理论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部分，其思想渊源是直承费尔巴哈 （L.A. Feuerbach 1804-1872）的宗教异化理论。费尔巴哈认为，宗教的本质是人的异化，依赖和恐惧是宗教产生的心理因素，需要是导向宗教的条件，抽象和想象能力是宗教产生的途径。接过费尔巴哈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把它置于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之中。马克思主义认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必然的共同模式，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异化现象的消灭。那么，宗教存在仅仅与人类发展的特定阶段相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将不为人类所必须。到共产主义社会，完全自由的人类
废，根本无需宗教。这样，宗教异化成了同义词，宗教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成了必然伴生物，要推翻旧世界，就必须打倒宗教。马克思在小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大于中说得非常清楚，他的宗教批判的目的就在于社会批判，一切社会批判的前提、基础即在于宗教批判。作为一种学术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有它的理由、必然性和历史意义。然而不幸的是，当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的主宰，实现为政策和制度时，它又一次被扭曲和简单化。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成为新中国妇孺皆知的名言。宗教等于迷信，宗教等于落后，宗教等于反动，宗教徒是傻子遇到骗子，不是被骗就是骗人，必然地爆发了从大跃进到文革10年的消灭宗教运动。东方红，太阳升，灿烂的阳光下，一切牛鬼蛇神、魑魅魍魉都没有容身之地。宗教的灵魂被驱逐和扼杀，剩下的和尚道士、寺院庙宇、黄册经卷、法器仪式全成了文化遗产，成了旅游资源、赚钱的工具。在港台欧美，虽依不同的国情，佛教的具体状况相有不同，但面临的问题却有惊人的一致性。不再要求宗教依附于政治，直接为政治服务，甚至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宗教，其最具时代色彩、影响最巨的一条，即是宗教组织，包括对宗教组织赠捐者，在税务上可享受许多优惠。宗教得以独立，并有发展蓬勃之势，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宗教的重心是落在金钱上，还是落在心灵上？对于主张清心寡欲、有着出世传统的佛教而言，矛盾更为突出。弘法是需要金钱，但一不小心就变成立教为了金钱。即使是为了弘教而经商买地、投资股票，但这是商品社会，法师们马上就被市场所左右。如何既要立足于今日社会，又要保持佛家本色，保证法门清净，实是一大难题。其次，如何在行上领域恢复、发展佛法，不能说不被重视，但却不惧蹒跚。禅宗方面，从日人经北洪川世宗演开始就全力兴禅，至铃木大拙，终于完成了当代色彩的新禅学，并传到西方，最后突破铁幕，回归中国大陆，形成了遍布全球的 Zen Boom 禅宗热。铃木大拙因此成为世界名人，被誉为世界禅者。但细究铃木禅学及其流行，并非一无可非。简而言之，铃木禅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以西方当代非理性哲学来诠释、改造古老的中国禅宗，其积极意义在于世界性的立场和当代的眼光。在铃木大拙笔下，禅就是西方哲学的必因、宇宙和人生的本体。铃木所谓的开悟，也就是个体自我与必因的绝对融合。在此基础上，铃木禅学得以确立了其绝对一元化的人
的主题。这是铃木禅学成功的为时代所欢迎、肯定的根本秘密所在。当西方文化席卷全球，把二元的世界观强加给现代世界时，人类对任何事物的把握都仅仅达到投射层面，以只为越成为当代世界的时代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精英们能危言耸听，人类失落了自我。而铃木禅学的目标，正是想为当代世界找回那失落的精神家园。铃木禅学受到了整个西方世界热烈的欢迎，在西方主宰世界的情势下，铃木禅学被大肆宣传，成为当代的显学。但是，铃木禅学的实际遭遇，并不如铃木所自诩和期许的那样。他在西方走红，在返销东方，就必然地被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说的客气点，是西方人的实用主义态度；说的不客气点，就是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西方人，没有这点，勿信，他们实是无法了解什么是禅，他们所得到的仅是禅的神秘的一面，实用的一面。不说全是糟粕，至少是常未入门。所以铃木禅学一开始就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相提并论，以后在西方人的眼里，禅与心理医疗、打坐、气功、特异功能密不可分。即使就铃木禅学而言，也已走样，更不必提真正的中国禅宗了。在西方文明统治全球的今天，在中国文化还没能真正重建以前，铃木禅学的命运带有时代的必然性，故在形上领域重心佛法，要做的事还真太多太多。净土宗方面，以台湾佛教为中心，提出了人间净土的口号。很快的，这口号为全体佛教所接受，其核心即是做好人、做好事，不施救灾，兴学济穷，流通法务，创办医院，慰问监狱，批评时政声势之大，影响之广，前所未有。这一切当然都不坏，但若仅止于此，是否与西方人之于禅有点相同？佛教与政治、金钱走得太近，是否好事？这些与普遍的迷信还愿之风气，与不孝之徒利用宗教行骗之恶例，是否有着某些内在的联系？当然不能因噎废食，对现实一笔抹杀。但佛法被实用化、工具化的倾向是否应当有所警觉？佛法博大精深，乃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但千年红尘熏染，其上尘埃也不少。如何觉发佛法之精义，建立真正当代的新佛教，乃是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或者说是中国人的宿命，任重道远，还需加参努力。后记整整3年，禅净合一流略终于完成了。94年初，禅宗6变，稿子一寄出，我就着手流略的材料收集工作。一切顺利，当年底已动手写序言了，乐观的估计95年内能交稿。但正在此时，邀我为研究员的
世界宗教研究院之创办人沈家珍居士又创立了佛教电脑资讯功德会，发起了把中文佛经输入电脑制作多媒体光碟的工作。恭逢其事，我就担任了制作光碟的文字总编工作。于是，在沈居士的带领下，定规划、查资料、输入、校对、编辑、造字，忙得晚上回家还要加班。不得已，我就写信告诉丛书的主编傅伟勋先生，说流略一书无法完成了。傅先生马上就回了信，鼓励我说，再忙也要把书写出来。接着又打电话给我，说若此书不写太可惜了，一是收集材料功夫白费，二是此题很有价值，且无人做过，三是书中对有名延寿、四料简的考据更是前人所未发，所以晚点不要紧，问题是一定要写出来。傅先生的关心令我十分感动，于是终于没有放弃。每个周末2天时间，就是坐在电脑前。窗外树叶落了，雪化了，小鸟叫了，流萤飞了。当打下后记2字时，已是97年春天了。令人遗憾的是，傅先生却英年早逝，于96年突然撒手西归。刘略因先生的关怀而得以问世，却无缘得到先生的指点批评。睹物思人，何其怅然！更早一些，上海传来消息，我的导师冯契先生谢世。冯先生高寿，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堪称无憾此生。但做学生的陈先生才陪，到头来却没能到先生灵前告辞，个中滋味也只有自知。但我每每安慰自己，真正的哲思需要终身的积累之后，豁然贯通，方能与万物一体，达自由之境。遥想父冯二先生在天之灵，神游河汉，俯视人间，此时才有绝对的自由，其境界又我等凡夫俗子所能揣摩。说佛法，习哲学，目的就是求解脱的自由。想到这里，心中释然。回身从书架上抽出一书，赫然入目的只有9个字：生的尊严和死的尊严，正是傅先生的大作。冥冥之中，先生在回应，一丝会心的真笑泛上心头。时光匆匆，来美已5年，每日在庄严寺之和如纪念图书馆中上班，打开电脑，关上电脑，一天又过去了。忙碌，但却闭塞，同行在研究些什么，学界在讨论些什么，有些什么新的成果，我全都一无所知。甚至订的中文报纸，也只能看到1周前的，真正是山中一日，世上千年。常常担忧，长此以往，岂不落伍？这学问还怎么做？当流略定稿在电脑上一页一页的翻看时，一念回转，顿时间山更明水更秀。记得是香港的一位学者说的，做学问要比慢，比寂寞。他的话有点绝对，但对我辈从事佛学研究者恐有道理，否则和尚为什么要闭关？
更何况我还有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藏有数万册佛书的图书馆，几乎属我一人享用，岂不太奢侈？得此因缘，流略一书与我以往的作品相比，它至少更扎实。记得92年刚到美国武汉大学的萧煞夫先生到哈佛大学开会，常到我的住处小聚。一次酒酣耳热之余，萧先生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人超过前人，乃是历史的必然。然而真正有价值的著作，后人抄得过，但绕不过。萧先生的话发聩振聋，给我极深印象，成为我的毕生愿望。这仅将流略奉献于世，希望对此问题感兴趣者不要绕过去。顾伟康1997年3月9日于纽约上州庄严寺内。参考书目：大藏经日本大正藏续藏经香港影印续藏经委员会1968，净土丛书毛剃原编台湾印经处1972，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张曼涛主编大成文化出版社1976，中国禅宗史事印顺着广义书局1971，中国净土教理史日望月信亨者，是印海义福研经社1974，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同着中华书局1981，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同着中华书局1982，周书家佛学论著及周书家着中华书局1991，中国佛教文化研究论及冉云华着东出智慧海丛刊18，注：以法藏华严经传记大正藏2073。2. 宗密禅圆珠全集都续卷1大正藏2015。3. 晋俊上演中国佛学史概论 P16。4. 僧佑出三藏记集卷6谢夫小于安般手译经续大于大正藏2145。5. 僧佑出三藏记集卷6小于因实录经注续大于大正藏2145。6. 僧佑出三藏记集卷5大正藏2145。7. 秩序小于念佛及禅观论大于8. 慧角高僧传卷6小于慧远传大于大正藏2059。9. 汤用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P63。10. 这一点只要比较历代僧传的目录就能知道。所有的僧传中，只有最早的梁慧角497554所撰的高僧传有神译一科，道宣以下诸僧传均无此科。11. 汤用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P55。12. 据习早史负384小于与谢安书大于魏安法师无变化技术可以惑人。13. 汤用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P136。
14. 僧佑出三藏记集卷5大正藏2145 15. 僧佑出三藏记集卷5大正藏2145 16. 僧佑出三藏记集卷5大正藏2145 17. 周书家佛学论著集上册 P 159 18. 神清北山路大正藏2113 19. 汤用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P 387 20. 汤用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P 240 21. 道宣续高僧传卷16小鱼达摩传大鱼大正藏2060 22. 慧皎高僧传卷8小鱼宝量传大鱼